有冇啲新朋友啊？今日有冇新朋友俾啲掌聲？新朋友啊，我哋今日第一次嚟呢個啦，有冇人認識我㗎？今日好多人認識我。好啦，咁我介紹我自己啦。好，咁咧就我自己咧由3歲開始咧去洗手間唔好嘅，咁所以咧我咧由3歲已經立下咗呢個宏願咧，就要管理健康。咁啊，上天知道我咧不斷去尋求呢個嘅解決方案，終於俾我遇到啦。就係我個同事同我講，佢話咧嚟到之後咧就用個產品啦，咁啊飲咗個早餐之後咧，嗰日嘅下晝已經去到洗手間，咁我覺得非常簡單。咁因為去到洗手間之後咧，大髀減咗3寸半，咁啊俾啲掌聲嘅產品咧。咁啊後來咧就減重啦，我再撳下你。哦，係，咁係啦，咁我用咗產品已經25年啦，今年已經，咁啊，所以咧我係可以幫到好多人增重啦、減重啦、調理身體啦各方面嘅，咁啊，所以咧就用個產品用得好好啦，幫到2位媽媽喺懷孕過程咧有個營養補充啦，咁亦都喺22年嘅時候咧攞咗呢個終身成就獎嘅，咁啊感謝大家啦嚇對產品嘅熱愛啦。咁我自己亦都喺咧疫情嘅過程裏面咧曾經濕疹嘅，咁啊所以咧大家要好明白咧健康嗰方面咧受到威脅嘅時候咧，我係用益生菌係啦，益生菌幫我最好嘅，因為當時我廁所開始又唔好啦，咁於是乎咧就用咗產品之後咧，原來濕疹係可以斷尾嘅。如果你身邊有啲朋友咧，可能一啲嘅過濾性嘅一啲嘅病毒啦，好多菌嘅時候，咁你好明白一樣嘢就係透過營養啦，當然要戒口啦，咁啊令到自己好好啦。咁啊除咗之外咧，即係懷孕咧，成個懷孕過程都使用產品，咁就冇孕吐啦，冇積水腫啦，咁啊所以成個過程好舒服嘅。咁啊餵母乳餵到3歲10個月嘅，咁亦都係咧透過營養啦，生活配合咧6個月摸24磅，一共摸32磅。咁啊好開心啦！啱喺呢一個博覽，大家冇去啊？當然俾啲掌聲嘅清飛啊，分享得好好啊！咁我哋當中咧學到原來咧健康有咁大嘅改變，咁亦都係咧我自己都係其中一位啦。咁我好榮幸啦，可以同主席組啦，同埋咧陳振宇博士影相嘅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到正題啦。咁啊，知唔知今日講乜嘢啊？